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蔡玉辉加发言人王家珍的号召，包括立委陈以信以及多位国民党籍的议员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原本顶礼拜六要召开的国立科学未来馆的公听会临时被取消，引发南营的议员不满，认为不但小巨蛋无啊，恐惊连科学未来馆嘛搁伫个天顶飞。我现在要问教育局的是说，这个案子已经12年了，12年来我们怎么样都等不到一粒蛋。不是中华民国缺鸡蛋而已，台南市这颗蛋，从赖清德做市长，因为政党一己之私，他个人一己之私，不让黄秀双的台南大学做台南的小巨蛋案，一路到今天。我们东区9.8公顷的这块土地，到目前孵不出一粒蛋。这些年来一直属于跳票的阶段，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规划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赖清德这个已经从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院长，到现在民进党主席副总统，民进党主席要选总统了。这一张支票是不是要兑现？要怎么兑现？赖清德首先应该要负责你唔做行政院长也唔好补助台南市做真要选总统，你敢要搁做球会？恁遮我看看拢难比例股。对不起绝对不接受的。都无可能绝对不接受。你敢问赖清德，看嘛记者去问伊，绝对讲，我当选总统，我绝对要做。不过信用无好啦，歹电话骗太久啦。咱教育局到底赖清德你讲是安怎？你讲完听我妈。对此，市府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表示，台南要兴建国立科学未来馆的计划书一直拢存在，只不过费用的部分对原先规划无到20亿，到目前增加到将近80亿。到底是要以公务算来兴建，或者是采用促产的方式民间兴建？中央甲地方也有意见，因此公听会先来讲话。在经费上的纠葛会让这个未来馆的期程一直在延宕。那这一次的内阁改组以后，黄伟哲市长在第2次的行政院院会里面就当面跟那个陈建仁院长讲这个问题，那是马上就得到了善意的回应说，那这个我们可以考虑。所以说今天公听会的取消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这个是代表教育那个行政院长有交代给教育部，这个的整个政策方向是不是要调整？因为台南市说的是有道理的。对于原先赖清德市长开出的小巨蛋的政见，一直到担任行政院长交为科学未来馆，前后不了12天，拢还无看到一个影。未来总统选举要到啊，议会国民党团要求赖清德应该先向市民来道歉。卖个选前骗票，选后跳票。赖清德要道歉，赖清德要道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